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无？欢迎收看福起来，系阿明哥刘浩明。讲起慢慢吼，嗰当然体力可能上到如係5、9歲嘅客家之咯。無如嗰當然冇想到講，慢慢有主卡。那講到慢慢嘅主卡哦，大部分人都想到啊，林家啦、容家啦，還無如講我哋以前嘅總統蔣經國總統去過嘅我哋嘅海防吼。啊，那今日又想到嘅來賓哦，佢貼喺度，而且我哋其中一家容家嘅一啲算是太公子啦吼，但是佢貼喺講，伊嗰時陣吼，都冇想到哦，伊接嘅錄卡嘅一個主角點，但是伊去做伊鬼想做嘅田園嘅作品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，我哋容百慶來到現場，百慶吼，主持人吼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慢慢嘅容百慶。百慶我想問一下吼，你係咩睇？節目開始嘅時候有睇嘅有講到講，其實係同我哋慢慢嘅容家嘅主卡有關係嘛？嗬，係啊，冇錯。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大約紹介一下你自己嘅生平好冇？其實我係做傳統，你名字慢慢傳承啊，啊，錄卡錄嚟經傳，啊，就還是啊，主要我請我哋寫來，其實做傳統嘅，係咪講過去啊？過去有夢想，係啊，而家人又唔好做嘅事情，啊，當然。畢竟伊個事業做完久了，還是要想要按樣同佢傳下去。咩是從他這個媽媽會有一定會有摩擦衝突啊，按樣同一個東西做好來，變嚟講更加，我也唔想講差別嘅事情，啊，比這個一發揮，等到伊。真是一表門眼前，我真係講唔怕。係啦，有時間學衝突嘅時間，有啲以前三個開線，嚇，比如睇下人哋有啲個轉換嘅一啲空間，嚇，喺冇睇嘅其實嗰種見衝突、見磨合嘅話，其實係蠻美嘅問題。可是以前嘅專業係乜嘢啊？我要做菜，哦，餐飲科。嗰時喺餐飲科畢業嘅，嗰時幾時就容易咪講，其實畢業係得係歸去錄卡接工作，係認真嚴肅嘅一啲工作。係啊，啲一時嘛好煮菜啊，講他爸講咩鬼好煮菜啊，係。咁後來就可能會開始自己要對我哋講田園造景開始有啲興趣。其實我鬼做以前係都鬼考北山，啊鬼考戶外生活，啊啲太自然地方嗰種感覺，千變數啊，因為錄卡壓力過大嘛，喺北山啊啲感覺，其實。人幾多次人哋感覺嘅時候都可以變下一家嗰種事情。啊，我想講，啊一開始當然是你嘅點嘅方可以揀點嘅。啊，腦背上嘅做是綠化，還有啲清，啊一家要好搞，要好種樹嘅，咁我哋一家做啊呢，啊你話你開始可以來。好，如果是發現那個，這個其實可以把這個好嘅大自然。用起一啲我哋能夠田園做緊地方，可以發揮啊！因為好多人想講，因為你即個講，工作壓力過大，然後其實佢過好白山。咁我哋想講，嗰啲做一個登山導遊都好呀。但係一方面還是可以開住卡點，不用假使去做一個登山導遊，按你量又可以減，不中話變成又可以一啲，我哋講醫百草人也部分咯。醫百草人都真是都冇少錢咩公司吧？當初啲因子過好賣書嘅，種書嘅，啊伊啲蔬菜慢慢買一塊地，我想講，睇啲蔬菜做嘢之間可以變順嘅蔬，比如講係貴啲時間，我都想講睇邊，我都乜都唔想，係貴都變順嘅。如有一啲即個嘅園地，好，即個嘅田地，好，即個田地地方能用嚟去種樹嘅，能用嚟去擺，用嚟去吼。咁問題係，其實今日我哋南台灣嚟講嘅話，有幾多嘅草原。安尼一啲人氣吼，有啲人氣雖然講係草原，但是伊即個係專門用講賣樹種嘅，吼，只是講伊要草原，伊要樹種喺擺喺地方吼，看到嚟嗰種嘅人氣用嘅，但是其實伊本係賣樹種，啊有啲佢地邊度賣石頭嘅，係地方全部賣石頭。咁即個200草原來講嘅話，即個特色係乜嘢？其實係個點啊。電工全部講嘅，講鬼點啊！唔同條文講嘅啲東西，我全部都有。樹嘅我嘛樹，我即個嘛種苗嘅，啊石頭啊即個樹，我全世界各地哪有石頭我都去看，啊可以用嘅我都數過嚟，
咁问题係吼，上頭講，我先講啦，你即個講書嘅嘛有嘛吼，冊條嘛有啦，但是一個本地後尾全部係軌道嘅專業嘅知識啊，一個專業嘅知識，唔知咁用可以學到咯。一開始我對書嘅其實都有興趣，但北上嗰時都會看書，念書嘅名嘅，其實冇想過書嘅係乜個東西，咱想上單純上個第一名嘅，唔可以了解，係喺嗰邊作為對一個有興趣做員嘅時候，那可是人哋一個書嘅同乜個環境，而下擺我用嘅變，可以適應用嘅環境，咱可以用一個書嘅用嚟提一個素材，因為條人其實嗰度書仲改好，人生書仲改好，俺哋種書嘅人，想用乜個書嚟種嘅田啊？一開始我都想講，我哋山南看過書嘅，其實嗰度咁鬼講啊，哪可能我哋平地種，嘛應該是冇問題啊。我哋用我哋想法喺種個青島條原生嘅書種，係這個嘅人嘅地方，我喺安尼開始，一開始嘛反而青島人幫嘅錢啊，公司才發，明明一個都唔可以。比如講海邊咧，然後種一片都唔掉，係亂嘅。從這個一開始講是講，因為這個店嘅地方需要一啲田人嘅租金嘛，吼，這個人去開始去試看看啦。但是一中間地方如某一天是哪好講？我這個看書，就看書，全部看書。係哦，咁嘅小看書地方，我看外國的書啊，還是大部分看這個台灣一部分的書。其實台灣咧做嘅書貴少，園藝嘅書幾乎冇嗰種嘢咩啦。一般咧可能係18有，可能學校嘅有，不過學校嘅東西講實話太沉嘅。唔講像老闆嚟做嘅東西，唔係做個上個發嘅東西，其實是學校嘅東西搞出來。我係冇讀過書啦。但是嗰時你去參考外國嘅係咪？係啊。咁參考外國嘅話，大部分嘅書，你嚟講，幾時係對你個太有幫助嘅咯？因為人嗰時對日本其實伊嘅田人都最多。美國有這個特色啦。係這個有特色，講去美國啦、英國啦，伊啲田人都國泰。不過喺日本，因為人講伊講伊天來寫嘛唔會寫啊。不過伊有法度做嘅，伊寫嘅素材有法度做暗講。其實台灣人對日本嘅文化接觸度最高。接觸度最高，嘛佢熟悉。係要強要嗰種人考起。我說相對想要做安尼田人嘅人，一定會想偏做日本書。其實也見人嗰種人都做比較巴厘島，風格也很多。咁像你這個語博做人，到現在以後有接觸到這個語言影響過層面的案咧冇？其實我咪啲案咧，我都影響過層。譬如講啊，像台灣有啲賣火鍋，幾條街，喺嗰邊人變好平。伊嘛佢有興趣，對一個嘛佢有興趣。伊調自己田人嚟講出來，味道幾好啦。銀行呢其實不管係傳統嘅，還是錄卡嘅，還是去做，比如講拜禮拜去了嘅，呢種銀行要求冇用。我哋用做到一定上愛嗰種要求，還可以比人更好。但是人哋北部銀行很容易尋到一啲南部嘅一啲抽人嘅一啲廠商啊。其實我做人對頭多米從來冇打過廣告。我全部攏係靠銀行一啲補一啲。我哋咧做法都係，我哋會做清潔，我哋要求都係講，我哋講貴要。但是做貴久來講嘅話，一部分唔會先退，人哋銀行先講，人哋講起會炒我。喂，一定會講，係咪一定會講？但是路邊人講嘅你都冇辦法接，我都冇接。係，如果比如講可能下張樣如果愛落實嘅，好存一張樣，我係人做嘅，你都冇辦法接。冇到。咁聽你講，咁比如講愛囤講愛用嘅東西嘅時候，冇得講，其實有啲會貴到嘅銀行，伊冇乜嘅想法吧？
错啊。嘿，你讲我要一个很漂亮的庭园，可是很漂亮的定义係乜嘅？咁能用喺地做溝通。我先畫圖。根據也要具體，伊啲具體係，啲具體嘅美嘅本來，我先畫圖，某個東西標我填來，某個東西標我填來，無個大概睇到時戲嘅填來，無個戲嘅填來，安尼我安尼做。對啊，人家意思講而家無個唔前戲，你要先做嘅。係。安尼樣，唔係講無個戲好難做哦。但係我哋攏係無個唔前戲。無個唔前戲，你要先做田園。也係愛堅持。安尼法律等於講。無個嘅方向都會考慮到，人家要規個田園的一個思考地位。但是問題係，無個唔前戲，如果先做田園，咁樣話無個嘅線要配合到田園。我哋同時溝通，同設計師溝通。係。入做設計師，講我哋會三方面係講緊嘅事情，我用去變一條田園同無個可以。變成一個融合成一個東西。可是像人安尼講，又有屋主，又有設計師，然後又同人安尼合作地位。咁等於講，其實一開始開飛馬開佢叫呢，溝通一部分。我哋我哋搶頭前開始溝通，差唔多1到2年，1年到2年。1到2年嘅一個溝通期，咁後來嘅施工期呢？施工期我哋天冇買半年。我天冇麻煩嘅，嗰時也無個其實慢慢嚟做，然後要田園都差不多都開始做到一半。冇做，咩一定要有個氣候，那會去做。其實田園算有個樹面嘅地方，樹面些條攏可以按嚟做。其實按嚟最好，因為有乜個東西愛忙嘅，有乜個東西愛曬嘅。錯啊。其實田園做好時就全部愛忙嘅，全部愛曬，全部都會慢慢整。迄種有的會裝好嘅，田園應入去。嘅天啊，要比高快嘅，無你講要綁一條線，要搞一啲佢粗嘅線條，我咩行上行下。嗰時其實按你夠完整嘅一種考慮嘛，係一條政策。係啊，咁我去台灣嗰度嘅，講先很堅爽，先戲人講，戲啊，喺後面人很認做田園，啊，人粗皮條條吧，啊，無你像台灣講嘅，你羅馬祖，啊，要批啲日本式嘅田園，嗰時看到田家，我感覺到講，其實北京對於我哋嘅田園咧，伊啲設計有幾多這個堅持，但是北京曾經去過日本學習哦。下到節目我哋都談講，伊去日本學習嘅故事，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灣慢慢向北京，同人講伊當初係用對伊嘅產業變成更加為啲田園做緊嘅工作。我想問一下北京哦，因為好多人有見講哦，其實你即個做田園做緊嘅部分係即個學嘅嘛吼，但是後來做嘛，我選擇日本變成學習嘅地方。主要都幾好一點咧，叫做很環境啊，愛啲東西要按優。做某個日本嘅想法有法度做按優，做某一定堅持某個東西，按定堅持某個東西，堅持一個點，還有傾向去命，做某伊啲東西明明都可以按嚟做，伊都要按嚟去做按優，比如講人像人講明明可以按嚟做嘅事情，做某人像人台灣人想，伊定比如講按嚟做，要用死嘅方式，來明明2擺都可以自做好嘅，做某一定要做4擺。係，係咯，佢比人哋更加傾向去了解。咁你過去譬如講，這個歷史去到日本嘅時候，先係伊啲流派按到薛太宗，薛大宗。即當初先入嘅流派係人家設計還是自己設嘅？如果拄好有派啲發動嘅北海道，還有電講去現場都實作。因為睇擺戲嘅時候，老師同人講嘅事情，其實我感覺係每個講一個色條，我要去擺上去。伊同人講，我去彈色條上癮啊，我去談戀愛啊，我去當作朋友啊，我名義啊，
我去谈感情啊，也感覺到佢創意表現我講出來的東西，但是問題係有冇一個一樣的談法咯？係冇講伊啊，係啊，有同人講，有同人哪樣數，佢名係塞條，唔講，有同人講，你感覺伊啊？都冷嘅呀，係啊，都冷嘅。啊，我有去用冷嘅東西變得有生命力，然後用來呈現一個東西，比方說伊嘅線條，伊個線，做嘛會搞好個暗講，有太有些東西，係啊，俺同嘅意思其實完全唔同，做嘛一定按嚟標，我唔說一定標嚟講，俺嘅意思唔對按樣標啊，伊都很愛講，天然伊完全冇做到些啊，伊攏起嘅題嘅啊，俺馬毛公雞啊，切吹馬毛啊，乜都冇，天然老師拿嚟做飯啊，很愛講，也個角唔標，很愛托塞條，一塞條按太對題嘅，哎呦痛哦，完全唔曉得啦，係啊，啊如果你經過4年，我記得塞條名係會2年，能貼上去，能貼上去嘅意思係乜？係能貼得好看，還是講能貼得上去？能貼得上去，啊老師可以認同啊咧。哦，包括到講，比方說伊唔會綁下來，係，然後同時其實同主味嘅色條全部係融合嘅，係，我夾唔強下咧。嗰時花4年，係啊，唱幾多首花4年，都係其實有19冇啦，冇19，冇啦吧？啊你講開玩笑嘛？意思講其實也都真係日本人嘅一種教學嘅一種內容，但是一種內容對幾時嘅人來講嘅話，有唔會感覺到太縹緲嚇，太名唔到。我也係聽一開始會啊，啊唔講係講一塊名嘅東西，我都一有興趣。我想去了解，做乜嘅一個東西，連貼俾看日本神像按過，完全冇水奶，真是都看你貼上去嘛。而且貼出有的話叫做角臀線，貼得髒哦。係啊，係啊，種米講嘅東西吼，嗰種唔看你同名，我講，一定做乜有安尼精神可以有發出安尼，像文成，一定修復計劃係20年，我唔錯。啊，一條塞條，一綁好了以後，然後去尋以前的資料，跟住全部按你大嘅塞條，全部編回來，尋某個素材係哪一粒，某個素材哪一粒，一粒一粒編好好來。做乜日本人有法度按你做到？啊，做乜其他亞洲人，唔好講亞洲人啊，全世界人有按你嘅想法冇？做乜日本人要按堅持，都係堅持嘛嘅。係啊。記唔記我哋觀眾朋友談到鴉片，我講，誒，唔知邊一開始我哋要講到唔去學識啲流派嘛，嚇，講到血太重，你咪同人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，一流派伊嘅特色係乜嘅？阿姨係提那片法紀咧，因為好多人就講係提北海道學參加一法通嘛，但是鴉嘅流派本地係提哪咯？其實像這種咧，太平洋都係提版本，在琵琶湖旁邊，啊，個版本有個素材，以前有個種，有個應該講有個種嘅地方全部攏係貼色條面，色種啦，嚇，係色種米糊攏係，以前先應該講，因為上戰嘅時節啦，真正嘅時節嗰度愛戲上，係冇唔錯。啊，錄影自然嘅，一個流派，當然老師蘇紅已經第14胎。14胎哦，俺老師14胎，伊拉生胎，生胎翻嚟差唔多咪600年出啊！佢真係講有啲流派一定有有伊嘅特色，希望睇600年以內要接喺啲工作嚟嗬，真是有樣啊！真係因為有安尼嘅工作，有安尼技術，應該會需要安尼技術，有啲流派都可以留下來嘛。冇唔錯啊！冇唔錯係。啊，當然日本嘅需求是佢大啦。冇唔錯係。按講，唔像台灣，我可能特色就最多可能都阿里山。係神南風最多。係，見有時嘛，我看到嗰個要求嘅嗰種上邊嘅部分。係。咁天氣嗰度攏係等咧河巴神係啦。
我当然啦，应该有讲个某个自然的功法，嘿。可是我一时都搞不清楚，以前把以前的资源也系加变成父母奶，然后又把父母奶也系变成讲有自然功法，可是我自然的功法，可是我搞不清楚讲到来应该都在迄。时代变化，冇错。时代买个时代用的变需求买个东西，政府咧帮你买个东西，那个一天会变的啦。系啦，但是像这个嘅时节，去到日本嚟学业嘅一啲门派时节，其实我哋講，其實日本人對這個技術其實係該保留。伊當然會希望講，一個技術，吼，尤其係600年嘅技術可以留喺度，留俾這個國內人啊。係啊。咁像這個一啲外國人嚟講話，當初我接觸到一啲外國人嚟學伊個技術。其實也講落有講到北海道嘅結拜法通啊嘅召集人，係，那麼佢尊重一個召集人，當初伊如去引致講，伊係北海道人，北海道冇一啲，唔睇北海道了解，唔會看到一啲像日本庭園也沒有，神像嘛冇，啊一個北海道人親好安尼東西，伊如想我一天去睇北海道一個所在。做安尼東西出來，啊！伊本身咧做些，伊本身咧些條去做北山那種登山步道的維護跟砌牆，啊！伊好做安尼，伊都即個買一塊地，啊！你想要做安尼事情，比如講即個做的細的城牆，讓北海道人覺得說，北海道也有這種東西，所以。伊都攀一個活動，係全日本目前安尼其實攀的安尼算 T4的素材。以前的素材攏已經做好誒，目前一個係做最完整的，四組全部攏做有，啊伊毋過係縮小版的。啊伊當初要做安尼事情的時候，伊去請安尼一個老師，請了6擺，個老師。我唔會到伊，係，啊伊，如果講伊像我同人講嘅，伊都想去睇日本北海道安尼所在有安尼東西，一個老師能答應一個先生講，何講嘅開始，我願意去教安尼東西，伊哋都開寫條，啊，伊開始睇北海道辦嘅時，第一擺其實嘛冇一種人，啊，不過開始喺嗰面。天天的一種人提供有攀的東西的時間，你把一塊報名馬上冇。我從去北海道，我看到，其實伊哋會學嘅人，輕後生嘅，咪有17歲、18歲，都50歲、70歲都有，啊，乜個行業都有，甚至我喺做嘅時間。伊哋當地嘅學校全部攏喺度參觀，係很容易做安尼事情。啊，講伊哋安尼文化幾好，伊可以更教，因為同樣啲東西一直散播出去。咁你幾時去報名嘅時間？即個日本話嘅部分能力係可以做溝通嘅。完全唔曉得講。咁你去參加，唔好講你去發聲，你搞馬克路，咱看三條、名三條，馬克路談唔成嚇。我第一擺去嘅時候，還有帶翻譯去，還有搶一啲翻譯去。啊，第二擺沒有翻譯去，因為我哋一年可能去3擺嘛。啊，第3擺時，拜託佢召集人講，下擺唔好帶翻譯啦，你即刻來。然後咁好，還會講呢。啊！講伊堅持講很愛，即間伊一點語氣都好。啊，所有飯店有同佢聽好，結果我幾擺都冇帶翻語氣，然後即個鼻氣。三毛都想講，原來安尼感覺同日本人嘅融合，夠親近，有夠好誒。有可能講社會啲白體嘅，可能日本人同人安尼感覺，也蠻有可能講。伊咧想講，伊講某個法，伊談嘅生涯可能談唔成。其實喺邊面日本團講老師團講嘅事情嘅時候，講冇去在意講某個還是談唔成，還是用嘅冇講
因此安尼，你唔要想再问啊。然后无翻译迄个时，我咁问，反正我唔晓得讲啊，反正无听谈，伊谈的是他们是，那么唔知，啊，毋过变咧，我想办法推广，我也个唔知。嘿。嗰種平常一種對田園組建嘅一種熱愛，北京去到日本，同時學嘅也係識睇種嘅一種門派一種技術。有時候我開段節目，我哋喺北京嚟講，一定最有好嘅一個作品，無論講最受嘅文藝定係觀眾朋友嘅作品係乜嘅，有時候我哋馬上過來。翻過來，放起來。上到節目，我哋來自屏東萬萬醫博草人嘅主任，我哋用北京來到現場同人講，同時應用嘅去日本學習嘅過程。我想請問一下，因為其實你去日本，你等於你學到日本嘅田園組建嘅一個精神啊！即係同我哋有講到講，其實東方同西方看田園嘅一個角度嘅唔同樣。咁一段節目地方，你係咪同人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？咁你即係去學嘅日本嘅田園嘅一個組建嘅精神以後，你用嘅去表達我哋你即係嘅作品地方，你好冇？講好，喺台灣咧，按你嚟講，其實我哋愛同日本人，我哋愛睇講法完全睇唔到啦。我哋一樣想，一樣同我哋環境，同人哋嘅感覺可以夾得到，用得到，也係我哋我想愛個表達嘅東西。啊，比如講台灣嘅書種，其實台灣書種幾好，我哋每天可以對日本買書嘅過來。啊，對書種嘅選擇，多幾個環境，一樣去。同我哋想愛嘅東西，表現出嚟，精神用於同埋入住愛嘅要求，愛同人哋嘅東西可以夾得到。我哋愛經過青島嘅開會，去同樣東西磨出來。但是從安尼嘅啲會議地位因為其實入住伊那伊嘅想法，伊在講伊想用嘅田園。但是伊可能想法不地步嘅嗰種型係可能係日本型，好多上同我講嘅呀。日本有啲個書種，日本嘅田園地步有啲個書種係因為以前嘅日本嘅書種，好，然後變成有安尼嘅感覺。但是安尼東西對台灣嚟講唔簡單適合，台灣有即個適合嘅書種，但是型有可能唔係安尼型。咁能用嘅團入做去溝通講，我哋用台灣即個嘅書種，但是做出來嘅東西可能唔係理想嘅。完全同樣，咱用伊即係入做去接去說明安尼伊個情形。我用畫圖嘅感覺，用迄種畫圖嘅情形。比如講像安尼畫出來嘅感覺。種也係三種圖喺度上模樣上面，係咪？啊，特別書嘅用標，安尼會用安尼感覺同入做講。安尼當然上做出來感覺，當然。比俺父母那嘅感覺，已經差很多啊！已經差幾多？因為其實俺畫出來，傳統入做還是會隔一樣嘅感覺。從前嘅感覺還是，但是有嗰種入做冇辦法做選擇嘛，選擇困難嘅呀。會譬如講，我覺得這個也不錯啊，那個也不錯，咁幾時用咯？俺邊俺會堅持下來啊！俺冇講以俺哋專業，唔用俺哋最好，俺哋會推廣嘅。其實如果提說明講，其實用嘅有某個特色，哪種嘅選擇有哪種嘅特色。係啊，當然其實畫圖對業主嚟講，其實最直接啦，能看得到。係啊，嘛啲講，太有實力，一下擺做出來都安尼感覺。台灣嘅書種其實冇個輸日本啊，台灣青島書種改結實嘅啊，包括台灣也兩樣最熱門嘅書種。蝌蚪科，台灣蝌蚪科，都青岡櫟、栗子，它的
这种台湾这个人生的书种，台湾有45种，像台湾都有45种，日本像22种，日本人最好用的咩样的书诶，一天我中文的书在地方，台湾人以前话，台湾其实几乎冇人种啊，那些书诶以前拢拿来都会做种香菇，椴木。嗰時而家變成睇緊如果流行種啊，你嘅書種出嚟。哎呀，嗰個書種嘅特色係嘛？以睇嘅時節，而家嘅素養啦，冇得嗰種設施係咪個變過貼片咯？一天伊冇乜嘅病蟲害，天伊喺森林裡邊，所有哺乳類動物的第一食物來源，因為它的野狗都係高澱粉。所有动物里面，它是第一个优先的食物。刚刚安尼东西，伊有故事，以前看这些像，伊用三个种紫檀呢，伊现在种紫檀，安尼用做个，在我头前安尼剥，这时节可能安尼无安尼感觉，挨剥，安尼妈妈爸爸伊能叫你让他阿公还有啊，今仔完全冇谈过安尼东西。哦，啲嘢睇有看過，嗰種生嘅嗰些苦力樣嘅。苦力。哦，嗰種有名的嘛嘅呀，出名的嘛嘅呀。哦，台灣青島種，台灣45種。45種。青岡櫟、小西式十里，後大埔十里，種種。我頭先講嘅3種係最快適應平地嘅。今仔其實政府去買啲送安嘅東西。濕地失蹤，全部台灣嘅書種，我是可以用安尼方式還種的吧？嗰種一般來講吧，種也書種一般係睇山峰嘅，係中海拔還是低海拔？低海拔。低海拔嗰種其實伊都曬到我哋平地來種的嘛，適合嘅嘛會上下去。青島更加佢特別種青島青岡櫟嘅。因為例如講，我哋用因為早期吼，我哋會去外國進書種來種啦，吼，其實我哋會負責。可是有的外國的書種，有時可能係韓推書種，吼，有的人家推書種，其實西東我哋講，人家推無論人家推台灣嘅時節，有的會書種其實冇辦法去適應，有的書種冇辦法俾你安排。冇辦法偏衝啊！人講看到以前外國的安尼型嘅，但是嗰種喺台灣之家嘅書種啊嘛，你睇台灣有部分已經成長嘅幾千年嘅，嗰種西東人嘅平地裡邊，其實也會適應你應該會比嗰度外來書種還個好。當然是一定會個強嘅啦，嘛冇聽講外來書種唔講伊唔好啦，像當初我種嘅小野蘭啦，望唔通，伊嘅適應能力夠強。問題是伊太清潔啊，伊太夾嘅時候變成喺都市裡邊變成一種困擾。係啊，所以書嘅應用嘅選，應用嘅讀，冇一天係外來嘅，冇一天係台灣本身嘅。主要伊可以適應一個環境，最好係伊本來都睇啊。我嘅想法同堅持是安尼想法。一般的都喺台灣人生那種書種，然後我哋聽人哋都顯露我哋台灣自家嘅書種。呢方面嘛好照顧啦。錯㗎，像我哋啲土色台灣咩係，比如講比如講我哋喺安尼睇台中，我哋會盡量以台中嘅色調為主；喺安尼睇屏東，我哋會以屏東嘅色調為主。咁像頭先有講，譬如講，人家嘅業主同講嚇，伊哋用嘅線，譬如講伊哋湯屋。咁能用嘅一個把湯污一體做出來，如果還是交通啊、溪橋啊，比如講海從嘅，這條嘛係四重溪，四重係一啲溫泉會館，我哋會用當地嘅色調，用嚟做，用嚟呈現以在地嘅文化，如果以基本嘅色調為主，基本書嘅，基本人嘅文化，用嚟去綁出來，呢種精神還是過好嘅。因為其實我哋做田人目的都係做乜嘅？嘿，做田人目的做乜嘅？我感覺到，因為對人哋講下咯，你發現到講，你做功課幾多呢？當然啦，對人嘅文化都想法都係想嘅。表現內容啊，業主想嘅做一個田人，伊想嘅表現乜嘅東西，你像台灣講，表現想可能係表現係真有錢。
啊，不过其实俺都会推广，有的当然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啊，不过千万买唔到过多东西。像俺讲我俺各有实际的地方来讲，买唔到俺美感。俺美感是俺按当人训练下的东西。老师没有同俺讲过一句话，就讲，你很多耐，你做的东西都可以多耐。啊，俺拢会同业主讲，一个天人，嘿，我招待我朋友来聊的时间，比一定轻松的嘛。比如讲，你坐下来泡茶，去看天人同讲话，去聊的当下，唔可以去同佢感觉做出来。这种意思是，一个唔可以静下来的素材。也可以去发通的素材，是一个相似的体验，还是拿了点的体验？错，俺人其实喺面都講好做，唔可以去享受，你人生唔可以買東西。其實你時態真係冇同樣嘅，好做聽人哋對嗰度發揮嘅嗰種體驗點樣，而你拿了點嘅啦，係啊，係你點係有錢，俺塞條越睇到越好，俺輸嘅越貴越好。問題是，按你講好誒，唔同。是別個講嘅什麼邊個條線？哇，有啥看唔出哪一個講誒？冇錯，你的文化地方咩係用？你的文化地方如果有好有大，也係聽嘅呀。聽人地方咩係用？聽人地方用，咩有好書嘅，咩有錯，有色色嘅，有太色條。而夾強下那係你的都係你文化，啊其實也個都係你的做法，真是迄個人真是要生發的一個空間啊！冇錯，像日本其實呢種內容，你看咪不管太細種有啲細細，我講迄個唔通其他人咩係用啊？我講人翻屋條線，都聽到人還是用用法本來做，其實人還是喜歡的東西啦，也還是會吃人的東西啦，只是講我哋文化無法度去做出安尼感覺出來。不過可能講究還是有一些小盆栽啊，可以能夠學一下太自然的生法咯。雖然講係賣祖卡出身的我哋嘅北京，但是伊這個對於天然的一種熱情，更加嘛行出了這個一條路。你今日佢剛剛我哋北京嗰個現狀，我哋分享到唔係故事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觀眾，有閒能來慢慢行啊。休息下喎，再聽下啲先下來，傾下運動哦。北京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，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